粵語有本事，彪哥話你知。今期節目同大家介紹粵語本字估一估裏邊嘅掂當，佢係咁樣寫嘅。個掂字用拼音輸入法輸入 TIE 可以揾到。呢個字喺春秋公羊傳僖公4年裏邊有出現，原句係桓公救中國而養夷狄，卒掂經，以此為王者之事也。意思就係講喺春秋時期啊，齊桓公為咗救助中原各諸侯國，就同楚國咧開戰，最終令到楚國貼服。呢樣啊，先至係王者應該做嘅事。所以咧，掂初時嘅意思係指令人貼服，後來就引申為能力強啊，或者妥當啊咁解啦。譬如話呢個項目啊，咁多猛人幫佢手，實掂當啦，就係呢個掂啦。你哋學到未呢？關注點讚啊！